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4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今日一开始，先来看嘉南市又搁传出幼稚园虐待囡仔的事件。有家长是指控讲囡仔去予老师不当管教，面加颔棍拢有伤痕。市府表示讲，接到消息，隔顿天就开始行政调查，家长也已经提告检方改正办。细汉囡仔面有手咬痕，家人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不当管教，囡仔去老师电颔棍关入去便所，阁因安尼毋敢去上课。因为家人进前早发生幼儿园的集体不当管教案件，这个案件阁再引起市府的重视。就是要尽快的开我们的认定委员会，然后给予这个老师或以及这个园方该有的一些连带的一些惩处。希望在本周内，然后把这个程序把它走完。7月15号的晚间，教育处有接到这样的一个通知，那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这个证据的保全，以及确保幼儿的安全。我们在7月16号即刻就联络了这个园方，请他交出这个监视器。市长谢国良阁声明零容忍的态度，强调会赶紧调查。对指控幼儿园表示，涉案的老师是毕业了后头一个工作，真有教学的热情，只是方法无好，案发了后已经离职。我们如果有确立的是老师有不当管教，那我们在当初的协议中，我们就想说，我们就会协议说是老师就停职，等于说他革职了，已经没有在这边了。因为这阵嘉南甲台北陆续发生幼儿园不当管教案件，幼教团体是烦恼要招聘老师会更加困难。第一个叫比例原则，第二个就是一定会产生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就是大家都吓死了嘛，就没有人要当幼教老师。这一定是雪上加霜，我给你打包票，这个实质化会越来越严重。甲嘛讲，教育现场已经出现人力车案的问题。家人这个案件除了市政府行政调查以外，因为家长已经提告伤害，检警嘛当地侦办。记者采访报道。高雄市公布新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天狗节，是一对住伫咧嘉善越南的新住民妈妈甲查某囝，因7月初有转去探亲，才转来台湾就开始有发烧，确定为着天狗节。不过看医生的时无讲到转去越南，嘛去互卫生局罚1万块。工作人员顺大街小巷咧喷药防治。这个月初2，高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天狗日确定病例，累计境外已经达到15例。新增加确诊的个案是一对越南籍的母仔囝。住伫嘉善区，7月转去越南探亲，7月底回国了后，老母先出现发烧的症状，家己食药无改善，去予医生看了才确诊。查某囝是伫咧老母确诊前2天，家属带去诊所看病，煞无伫第一时间，甲医生讲伊有出国，一直到老母确诊了后，伫咧做疫调接触史的时阵，才发现目前2个人拢已经住院隔离中。防疫团队已完成各项防治工作，经疫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万元。高雄市政府提醒，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民众入境也是返国了后出现发烧、目凹凹的痛等疑似的症头，拢应该主动甲医生讲。这个确诊个案的家属，就是因为无配合疫调，提供正确的资讯，去互人罚1万块。即马是用义工甲阮的认长出来咧用啦，拢总有含一寡有积水啦，侵蚀的甲清扫一寡垃圾，拢有啦。市府发现嘉善区最近蠓虫明显变多，捌伫附近徛过巷路掠到白卡蠓的生虫，嘛有发现真侪生水器的物件，会继续追查周边的状况，嘛针对拓生的热点进行清除、喷药甲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中华病院是表示讲，最近小儿科的门诊有未少喂到 A 型流感的囡仔，也有规家伙仔去喂到的。这医师是提醒讲，即马休热期间，囡仔若是有发烧、流鼻水这症头，都要较注意的。囡仔人伫门诊看病，规身躯无力，看起来真无爽快。台湾最近新冠疫情野悬进入流行期，疾管署预估疫情观点会出现伫8月中。另外，流感的个案嘛有增加的趋势。卫福部中华病院表示，伫小儿科门诊有袂少喂到 A 型流感的囡仔，甚至佫出现家庭群组感染。可能没什么力，做完没力气，他很想吐。半夜的时候也有烧，然后有烧到39，是弟弟先比较严重，他先去，然后那时候他才刚烧而已。
医师表示，其实流感病毒规年冬天拢存在伫环境当中，热人嘛共款会有感染的风险。A 型流感的症头除了会咳嗽、喉喉痛、流鼻水等等，阁会有发烧、筋肉、关节酸痛，囡仔人阁开始出现想要吐、走白等等的症头。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现在夏天的季节，特别是现在暑假大家聚在一起，那通常来讲都是由小孩子先感染到，再传染给家里面的大人，甚至老人家。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医师提醒，5岁以下、65岁以上慢性病者的高风险族群，若胃着 A 型流感，较会有并发肺炎、脑炎等等重症的风险。尤其即阵热热，真侪人会安排佚佗、聚会，民众爱接洗手、挂喙罨，降低病毒伫家庭甲社区传播的风险。若是有出现发烧、吐、规身躯无力的症头，应该爱赶紧去病院医治，避免病情恶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新冠疫情是继续咧滚价，疾管署是有估到8月中就到高峰，一礼拜有超过5万人去就医。即阵阁风声讲有人去挖到煞无这抗病毒药通食。这疾管署嘛表示讲，若是有较重的病人，一般拢是会用这贝拉韦甲瑞德西韦来控制。就是这个对日本专案进口的新冠抗病毒口服药物输冠效，会使使用无呼吸衰竭的大人，也有12岁以上的新冠感染病人，会使降低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并发重症，也有死亡的风险。也就是莫纳皮拉韦的替代药物。你开始有症状3天之内来吃，效果最好。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抑制在病毒的蛋白酶，它就是减少它的复制，减少病毒量，减少病毒量就可以减少可能产生的比较严重的症状或者是重症的发生。国内新冠的疫情继续咧行，疾管署预估8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一礼拜就诊的人数恐惊就会破5万人次。不过，传出慢性病患者染病了后，诊所走透透，拢无抗病毒的药物通好食。疾管署进前已经发出医界通函，讲新冠感染的个案应该优先使用贝拉韦、也有瑞德西韦等等的药物。针对无使用贝拉韦的病人，会使依照药物的适应症，评估使用输冠效等等替代药物。因为原本慢性病患者使用的莫纳皮拉韦已经在今年7月全部到期，嘛已经消费啊，未来袂个买啊。这个不只是可以替代莫纳皮拉韦，它的有效性、它的方便性，在机构里面如果有群聚的话，输冠效还可以当作预防性的药物。疾管署强调，最近新冠的疫情进入流行期，若拄等假日民众急要爱药啊，全国6都13大的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拢有传新冠抗病毒的药物。目前全国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部分，贝拉韦有16.2万人份，输冠效有1.7万人份，用注射的瑞德西韦是有15万人，会使因应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天气也是真热，各地是侪份好天。新竹以北、中南部山区、花莲可能热到36度，咱来看温度。今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拢小块落雨，中南部甲华东地区过昼会有雷公雨，中部中昼进前雨可能会落到真大阵，嘛请各位观众朋友都要多多注意。继续来看中度风台北海地气象署是有估讲拜6礼拜会上接近咱台湾，上紧伫礼拜5的过昼会发布海上警报，拜6礼拜影响上介严重。尤其是伫咧北部各山区，可能会落到大水雨。天气热翕翕，气象署表示，这2天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受到中度风台北海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刷落来的水汽是愈来愈侪。拜3开始，落雨的几率也会对咧增加。周3、周4，整个迎风面的水汽在增加。周5呢，台风预估会来到琉球群岛附近，整个西半部迎风面降雨几率是明显的增加。周末2天呢，预估还是在台风最接近到台湾的时候，特别是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明显的强降雨，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出现。气象署指出，目前北海地风台
稳定向西边行线。按算礼拜行到日本琉球群岛附近的时阵，会滑向北边。虽然即马也无法度确定伊未来的路线，不过因为伊的暴风圈范围较大，所以气象署上紧会伫拜五过昼了后发海上警报。周五之后开始会有一些北转的趋势，暴风半径预估在这个时候还是有320公里左右，所以在台湾附近，它就算有北转的话，这个暴风圈碰触到海警范围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哦。拜六父亲节，风台影响偌大，气象署表示会密切注意风台行的路线。目前风台暂时也未影响台湾天气，不过对拜二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大影。若拜六礼拜是风台上晚、影响上大的时阵，尤其是北部甲山区可能会落局部的大水雨。但是伫风台外围环流的闪方面，可能会出现火烧风，像拜四、拜五的宜兰甲拜六的华东地区，拢要注意极端的高温。记者郭佑基、林旭凯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屏东马家乡的牛角园溪，昨昏3个大学生烧酒去耍水，其中一个煞沉落去，等到甲人救起来，送医医院是救无转来。这相对是表示讲，这牛角园溪水墙区有的所在是超过3米深的，是公告的高风险水域，禁止耍水的。好。搜救人员冲落去水底，找到渡水的大学生，大家赶紧用绳甲人游起来岸顶做急救。屏东马家乡的牛角园溪水墙区，早起8点外传出渡水意外，3名高雄的查甫大学生烧酒来遮耍水，其中一人敢若因为砸到水潮惊沉落，游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他就沉在下面，对我下去用绳子把他固定，就直接请岸上的伙伴把他拉上来，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以欧卡，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虽望消防赶到柜拿急救，拿甲人送病间，不过尾手也是救无转来。根据消防局统计，屏东县今年甲今已经相续发生5件渡水意外，造成5人亡生，其中马家乡就占3件。特殊大队表示，牛角园溪水墙区分做3站，每站拢有徛禁止耍水的告示牌甲救生裤啊。第2站起的深度拢超过3米，是官府公告的高风险水域，真正无适合耍水。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漩涡，那民众如果靠近那个深潭比较深的地方，或是瀑布水流下流的地方，往下流的地方，它可能会被吸进去的风险。一定要注意你们自己的安全依据我们所告示的一些的牌子来去，在这个地方来游玩不要戏水。虽然有采告示牌提醒，不过天气热，牛角园溪遮也是照常有人在耍水。消防局表示，休热若等到假日时，因拢有安排巡逻宣导，不过无法度24点钟拢有人在顾，且民众唔通冒险用性命来讲算笑。记者郭明哲、柯家珠、张用屏东场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大考中心公布115学年分科试验的成绩。在补习班业者是有个讲，台大医科4科爱231积分才有机会，排头前的电机加主工科系5科爱215积分。再来是自由时报，劳动部公布劳动基金上新的绩效，顶半年收益2兆2024亿，创下历史新高。新制劳工退休基金也有赚，平均每一个劳工分红116000块。最后是联合报。证交所公布放零股票相关的3项限制，处理期间10天要缩短做5天，要配对时间缩短，放零高价股另定标准，8月70开始实施。今日看行政院长邓泰出席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宣布要串联台湾13项战略产业，甲日本的17项战略领域。那即马台积电伫咧熊本岛，日光也早伫咧2024年投资7亿，伫咧日本的北九州买地来设厂，来扩大日本的布局。台日半导体合作伫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已经为过去的互补转做共同研发、共创全球市场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台积电为例，除了伫成本设厂1厂9收支平衡，2厂更加特供3纳米制定。台湾风潮头局日月光也早伫2024年开始要伫日本北九州买地规划设厂，未来也阁会继续深化合作。针对某些特用的一个
产品已经在生产。那但是先进的部分的话，就这得取决于未来整个大环境或先进晶片的需求，才会有进一步的机会去做扩产。都因为半导体产业面临技术创新，甲供应链重组，台积半导体科技论坛，青山下昼伫台北举行，行政院刘德英台表示，有估今年台湾半导体产值会达到新台币8.450亿，比去年成长29.5%，提及将台湾13项战略产业甲日本17项战略领域串联，才会当强联手。经济部长姜明兴指出，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厂商陆续到日本投资，日本也继续增加对台投资。台湾跟日本之间半导体的合作是越来越密切，唇齿相依那我想这是很好的趋势，那我们会来努力。第二项闭幕交加，去年达到848亿美金，双方半导体合作关系也愈来愈紧密。专家认为，台日合作会当扩大互相的优势。他们在材料跟机器、跟仪器设备这边非常棒。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跟材料来发展后面的前瞻技术。半导体产业布局也同步牵动亚洲股市表现。前三日股收盘607点，韩股淡薄5.12%，台股伫半导体宽带股的支持，业绩起266点，收到43386点。面对 AI 需求相关甲供应链重组，第二情况合作会牵动区域市场走向。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最近日票嘛是一直咧落，险险就要变做是164块换1块美金。为着要防止日票继续变动，日本甲美国双方是30年后头一届搁再合作出手来控制。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美国的援助是展现两国友情，对全世界经济拢有帮助。日票汇率顶日一直跌，包括164块日票对1块美金，履行每40年的新低，严重冲击日本经济，必须政府不得不叫盟友联手解决。We're very strong, very,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They are,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美国总统川普初日证实，美国已经出手甲日本联手干预会期。Financial benefit, and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其实，这场罕见的联手互惠，早伫几日前就有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30日伫召开内阁会议的时，放翕到笔记本中特别标注购买50亿至100亿美金的日票的代办事项。事后，贝森特也发文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当坚定对抗市场无特殊的变动。Japan wanted to.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Signal of friendship. 美日两国联手进场买日票，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双方计划30年，各一摆公布出手支持日票的走势。消息指出，美金对日票汇价曾经回升，展现美国跨海救援的干预力度。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が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日票声带暂时缓解日本进口物价甲通膨的压力，也不过这波互惠效果会当维持偌久，有原有待市场检验。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国际上紧来看，南美洲的国家智利2礼拜前遭受到强烈风暴的损伤，即马在中南部又搁再落大雨做大水，到目前是已经造成上无2个人死亡，数千人离开家园。当地政府甲军方是全面动员，入去到重灾区开始搜救甲撤离行动。对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大片农园甲主体区全部浸伫水里，实在阴甲真忝。智利中南部连续几日天落大水雨，溪水涨悬溢出暴旱，伫个暝时冲入主体，互当地居民透未惊吓，甚至伫个马乌来大区也阁发生车路地基流起，规台修路车落入土坑。Y se empezó a hundir el jeep de a poco, como 1 metro. Empezó a ingresar el agua de a poco. En la noche ya fue terrorífico en el sentido que ya estábamos inundados, así que
第二，伫2礼拜前受到致命性风灾的侵袭，短期内这已经是第2届做大水啊！真侪民众的家园搁再浸伫水里，官方唔敢大意，派大阵消防人员甲军警，甚至出动救援船，一家一户撩水，甲受困的民众甲冲物撤离到安全地点。Al momento el balance en términos de afectación de este sistema frontal registra 2 personas fallecidas en la comuna de Panguipulli, 1.142 personas damnificadas. 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第二，伫短短无到1个月的时间，连续2届做大水，互真侪家园拢浸伫水里。当地政府除了继续入去灾区救援，也全力协助灾民清理家园、抢修受损的设施，希望会当陪伴受灾民众度过这段艰难的重建之路。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西班牙伫咧北非的一块领土小达，顶礼拜讲有将近6万人摩洛哥的非法移民用受水甲搬墙啊硬弄入去。即摆听讲因为欠物资，有4万人搁翻头走转去啊。这场动乱也造成上无72个人死亡，9000人爱送医治疗。后面是拍算今日会召开紧急会议。大批移民伫沙坡顶游开卡就走，甚至穿风寒衫为海上受向岸边，有人利用冷态度海，也有人搬过围栏。乡乡来越境人潮呼吁，在当地经历真歹应付。وهذا الشيء هذا راه ما فهمنا فيه والو، حنا المواطنين راه ما فاهمين والو، راه الاغلبيه كان خدام سمع بان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ما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الناس كتدخل كل شيء طلع لهنا。受灾人口只有大约85000人，短时间应急的人潮，唔但缺乏医疗甲收容所，更加造成严重死伤。未少人受水越境的时饮食，也是咧被破坏，也是为溺爱时小钱受而死亡。西班牙政府紧急增派军警强化海陆管制，多数渔民陆续翻头登去摩洛哥，有人勇行经过边境，也有人坐军用的卡车离开。جينا اسمحوا لنا كنطلبوا الاعتذار من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 جميع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因过游玩有部分移民无愿意离开，踮伫海堡也是树骹摕塑胶管仔做枕头，靠洗手啊甲啉水勉强度日。因为当地点头连续关门，连基本物资拢真欠。لافونير بغينا نديرو لافونير ديالنا ما خلاوناش خلونا هنا بالجوع 3 أيام 4 أيام هما سادين علينا كلشي كاع لي ماكازان كاع الحوانت ما كاين والو كاع قلعة الماء ما كايناش。紧张情势无完全消退，随之移民甲西班牙军人爆发小 A 小尖的冲突，警方也盾牌甲军仔对赶驱散人群。西班牙当局表示，后台当地渐渐恢复正常，已经伫边境架设新的海上遮挡，防止大规模越境搁发生。不过后台是后面伫非洲只有的2个陆地边界之一。这场抗战的移民潮，也搁一摆点到欧洲对移民政策甲边境安全的激烈争论。公司新闻电话年义主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米伦发布全球资源警告，表示这罗西亚海客锁定全世界饭店甲机场，用公共网络来发动攻击，用假网站偷摕人的资料。Windows 系统甲手机Android 拢会可能变作是攻击的目标。美国25个民主党执政的州，针对川普对60个无役动判扣关税，正式来起诉川普。美国是表示讲，扣关税是为着要消灭全世界对美国无合理的商业行为，有法律依据。美国是爆发环孢子糖、饉西糖的感染，大多数的患者拢是食到一间连锁的速食店 Taco Bell 青菜去喂到的。最新的消息，伫咧密西根州有出现2例死亡，也是美国头一个饉西糖感染死亡案例。继续来关心这国内咱地岩油的风波，大唐的油去检调本边比钞票，国民党是质疑讲这大唐是国营的事业，5月时就检调安怎无遂通报，今日去通知顶日手的复收。这大唐嘛表示讲这钞票是原料，那依照这习惯法，并无规定爱通报，这部分嘛应该爱是中联爱主动通报的。
中联问题油的代志是继续炭烧。台中地方法院初一就也讲，台糖伫咧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311油造的粗油苯变比超过标准7倍，详细退回拒绝接受。啊，毋过国民党就即期讲，却无看到台糖通报互在地台南市政府，认为有食案的嫌疑。经济部甲台糖拢强调，超过标准的原料并不是食管法通报的目标。当下就拒绝收这批油，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连检察官都认为应该是由中联来通报。食药署早在2024年3月11号就向食品业者清楚说明，只要发现原料或产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就应立即停止使用、停止制造，并主动通报主管机关。难道要等人民吃下肚，再来一句深感遗憾吗？国民党团就批评国营事业的台糖是安怎会当作无看的，互民众食过外月以上的毒油。也那民进党是讲台糖确实毋是法定义务的通报人，啊，毋过日后会针对原料是毋是爱跨机关提供做风险的意见，嘛认为会当纳入讨论。也那国民党的地方省长最近是讲7月初4中联总经理吴凌昌参加卫福部的专家会议，会议背后有问神小天。也那即马佮逼出来。其实前一天，伊嘛同款坐伫咧台中市府吊柜的油品事件解释会议。我们的报告全程公开已经释出，就业者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错误造成致癌油进行调查。怎么会7月4号参加卫福部的叫做门神，那7月3号参加台中市的会议，那台中市政府就一句话全部都不讲。我相信整个问题点是在于说，为什么制造商中联他为什么拖了1个多月的时间？对问神小天这个讲法是不是有相同标准？台中市府强调，两场会议性质无同，尤其中央订定使用问题油无到20%唔免落市的政策决策过程，并无邀请地方来参与，嘛要求爱公开相关的会议记录，交决策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咱若是对外国网站买物件寄来台湾，拢爱用实名认证的 EasyWay。最近煞爆出讲有泄露个资甲收钱问题，关务署是强调讲这是报关的相关费用。若是针对这 EasyWay 背后是民间企业，政府也是挂保证讲这资料拢有保护机制。民众伫网络买国外物件直接送台湾的时阵，常常会使用通关认证工具EasyWay易理位，其中实名认证等法定通关程序是由民营公司关部网络建立甲营运，收费机制表面上相关服务费是由报关业者负担，不过互人质疑到尾的成本可能原来会转予消费者。EasyWay 的费用、电信认证整的相关费用。就是跟报关业者来索取。任何新增的营运成本都可能反映在物流上、服务上、商品价值上，最后当然仍有机会由消费者来承担。这次的议题不是只是说消费者自行吸收，而是说这样的制度是不是能够符合建立在这个合理的这个管控还有监督上面。虽然关务署买回EasyWay不是强制使用，会当透过传统纸本委任书办理。不过学者讲，既然都已经网络买物件，民众当然袂阁用麻烦的纸本程序，呼吁政府应该兼顾行政效率，加民众的权利保障。这间关务公司目前财政部持股占比达到36.1%，是上大股东。虽然政府强调EasyWay符合国际认证，纳入国家级监控，不过有750多万的用户，也引起外界对个资外泄的疑虑。是的确有收集到民众的个资，但关贸公司它通过 ISO 27001资安的一个国际认证，而且它依照个资法跟资安的一个规定来建制营运。我觉得民众比较担心说，我有这么多的资料都在那边，然后你又非第三方，那你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内鬼或者是说你被骇客入侵？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一边的话，也许关贸这边可以在。可能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些相关的治安的一些强建制，或者说比如说渗透
见识的报告啊。专家建议，无定调会当每一季做渗透测试的报告，搁检视所谓韧性是毋是有够。像讲拄到汹涌长梦，还是海客入侵，需要偌久会当搁再运作。面对争议，关务署嘛表示，即卖的制度运作超过10年，确实是需要重大政策调整。搁答应3个月内评估甲医委收归公营的可行性。记者采访报道。公司的预算去拿甲8人手冻结超过10亿，公司是超过50个制作人发动联署，呼吁爱守护公共媒体。公司的董事长吴元辉嘛表明讲，若准讲会当卖台预算，伊愿意对9月开始无要领薪水。学者嘛认为讲，这公司的资金若是不稳定，恐惊影响到独立性。就8月底之前要做处理嘛。那我可以就以不领薪水为条件，如果立院愿意同意让公司的预算的话，你愿意就对了。对，我愿意。公司董事长胡元辉话者希望立法院应卖煽动公司预算，家己愿意9月开始无领薪水，现就是公司预算互立法提限删减甲冻结超过10亿，有超过50名公司制作人发起联署，呼吁立法院守护公媒卖煽动预算。哪一个单位，他如果他的预算有被处理的话，他应该是来跟立法院来做说明，还有你要拿出更好的成绩。竟然呢，现在变成一个说发动联署，想要来做情勒。蓝白为什么甘心做中国的在台协力者呢？我再说一次，没了公视，难道要逼台湾人看央视吗？应当来支持自己的国家电视台。我主要认为，透过联署原定现无共款的声音，共同团强调，最后拢是冻结公司来水平拢有改动空间。王宏培讲，大罢免期间，台记台专题报道，基隆市长陈国良罢免案有无公正的所在，搁质疑文化部长李管提公司董事竞选有特定政治立场问题。公司不是不可以报，但是在报的时候，那就他必须要注意到他的所谓的公平性跟客观性。主事的包括文化部、包括行政院，他们这些太强调所谓的执政党的所谓的色彩。如果资金不稳定的话，公司的营运以及他的整个的立场，他就会受到影响。董事会没选出来，这不是公司的问题，那他用这个理由来删预算，那这个也是很不合理的。林立群认为，公司内容制作问题影响公司自主委员会甲 NCC 申诉，有制度性管道来督促公司维持独立性。一个媒体，你要说他都不会犯错，这大概也很难。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对我们可能做出的疏失进行改进。胡元辉建议，未来若立法院有共识，应参考日本 NHK 制度，透过向民众收固定比例收视费，让资金来源独立，降低受政党轮替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几年，有真侪人有咧收游戏卡牌啊，那卡珍贵的一张是当卖到30万。这台北万家道一间卡牌社的负责人，讲工资收咧就走落去啊，受害者有几啊千人遭自救亏，这检方也应介入办。铁门救落来，伫台北万家的小用卡牌社8月初3这礼拜上班日头一天，若无营业，甚至透早3点，无已经宣读所有消费者来群组甲社群消耗，为咗委托销售，也是伊个卡牌人客，烦恼负责人是毋是钱款去做走，甲大店得算的人寄卖的电器卡片，甲珍贵的预付款拢互款去。台北市法务局消保官特别到现场勘查，毋过人互走去，无人回应。认识周遭的都是10几到50、60万不等，对啊，然后听说也有几百万的，可能好几亿跑不掉。受害民众陆续向警方报案，伫有受害人数可能几落千人，损失金额可能几落亿，也犹太确认统计。不过，真有可能是国内史上受害金额上大的卡牌诈骗案。团组负责人可能已经离境去泰国。对这代志，警方当日查证、确认行踪，并报请检方指挥侦办。民众如因本案疑遭诈骗或权益受损，请妥善保存交易记录、付款证明及对话内容等相关资料，并尽速向警察机关报案，以利后续调查及维护自身权益。
虽然敢若薄薄的一张，不过有一寡卡牌，尤其较稀罕、历史较久，也是经过认证鉴定，价钱会真贵。像讲其他业者手头摕这张10年前发现的 PTCG 宝可梦集换式卡牌游戏的喷火龙卡牌，市价都要30万。同业分析，因为小用卡牌社为今年开业以来介绍优惠，也甲愿意予高消费的纠纷赔偿，所以得到袂少伫算的人的信任。没有拿到货，我会赔钱给你。那他前面听说已经赔过一次钱了，那于是就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业者嘛建议伫算的人尽量莫甲当作投资，上好是敢若收藏交易卡牌，而且上好选择有代理商授权的业者，才会当避免类似的风险搁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情报是指一台拖车载中华科大直升机要去新德校区，煞伫半中途，这弗洛佩拉却夹到电线，警方是随来到现场交通管制，台电也派人抢修。这个拖车驾驶因为无申请临时的通行证，依法来举发。民众赛车经过新北市区，看到一台拖车载印中华科大因为直升机想要到机顶的弗洛佩拉，竟然交到电线扣落来。这罕见的车祸事故发生在车3早起9点左右，拖车载一只无包的直升机驶在实际大东路一段，结果直升机弗洛佩拉升起九路电线，造成交通后置故障，搁下着监视器，现场画面因看到直升机卡在街路，赛地驾驶赶紧落车，空手将电线刷开，看起来真危险。直接去徒手拉那个电线，对，会觉得其实感觉挺危险的，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电嘛，因为其实当下。我看到的当下红绿灯还是有在作用的，对，但后来应该是有先做断电，然后才去做拉线的动作这样子。来到事发现场，直升机勾落电缆线，导致细致的大同路一段跟南洋街的交通号志出现故障，而过了好几个小时，对面的交通号志仍停摆无法使用，现场的工作人员持续抢修。警方派人到场交通管制，也通知台电到场处理。在10点35分排除电线，警方也对赛地驾驶酒测但是零，不过赛地驾驶提不出临时通行证，遭到举发。中华科大回应，这直升机顶礼拜日完全国机能竞赛，测定了后被运登新德校区。事故原因是土份公司所示，将对直升机损毁后续由相关单位协商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水南礼拜一台货车有加载一台遥控飞行机烧弄的交通事件，无人机协会表示讲，若是要操作大型的飞行器，要练上好，也是要去无人机的考场上界安全。大货车咧行一个物件向位头前飞过来，直接弄到车头，致使车头小可吹到。货车司机赶紧停车看，才发现弄来是一台遥控飞行机。警方初2早起8点左右接到报案，佮用一般的交通事故来办理。经初步了解，事故现场为一部自大货车与一架遥控飞机发生碰撞。警方已完成现场勘查、测绘及相关资料收证，并依法制作交通事故记录。在飞行跟降落的时候，可能比较吃那个风。如果说今天风比较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降落要飘降的时候，比较容易在触地前被侧风吹，比较难降落这样。这个遥控飞行机车祸发生在云林水南乡151线道后河段，为安全，一般人都会选择在合法佮安全所在来练习。台湾福尔摩沙无人飞行器协会表示，照重量250公克以下小型遥控飞行机应免注册，250公克以上遥控飞行机要注册。在空旷所在产业道路、河道边拢能操作。固定翼飞机不一样，固定飞机它需要滑行的跑道，那越大越重的飞机，它的跑道距离就越远。所以今天这个事故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一台象征的 F16 80公分导风扇，它的重量跟起飞速度距离都要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可能在我们一般的产业道路上飞行不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说如果临时有车进来，摩托车、人行，这个都会比较难避免。无人飞行器协会讲，伫云林真济地区飞行无违法，不过也是鼓励大家，若是大型飞行器，也是建议选择合法无人机考场练习，或者是操作，将减少同款的案件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若讲买物件上惊去拄到无信用，这消基会甲电器工会来合作推出信用商店的认证，目前已经开放申请，打算在1月就会公布头一批认证名单。
产品的保固的内容嘛，跟它的产品的保固的售后问题。民众买冷气并想这较贵电器，若是歹去要安怎？有电器业讲报告要修理也是售后服务，若是和消费者超卖平，常常引起消费争议。根据消基会统计，这几年10大消费争议拢有家电，所以消基会拜一宣布，甲电器工会合作，推出电器业新兴商店认证制度，希望打造值得信任的消费模式。不是只有资讯透明以外，后续的保固等等服务等等，它都是我们觉得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诚信的，我们才会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章哈。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查访，好，那我们可能会去撤掉。消基会长期咧处理消费纠纷，嘛常常咧办理商品检测，即摆推出诚信商店认证，业者要通过资格审查、审议甲现场评估，才会当得到认证。电器工会表示，透过第三方的认证，对消费者甲家电业者拢有好处。要去优化我们跟顾客服务，不管是价格的公道，还有后续的这一些维修安装的专业，都会一起在我们这个买卖的这个市场，把它建立更好的一个服务的品质。消基会表示，新兴商店认证已经开放申请，打算伫11月初1公布第一波的认证名单。若是效果好，未来会继续扩大到其他产业。记者吴金王志光台北报道。在阮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即马进度已经到85%，按算明年底就会当完工啊。若是对于中正纪念堂要坐到中和高中，公车要坐40分，未来坐分只要14分钟，加真方便。在阮万大线经过几年的时间，预计伫明年年底完工。初三双北市长做伙试坐列车，期待会互双北生活口更较利便。老先生呢，通常如果说没有一个良好的交通设施的话，他就变成困在家里，或者只有在周围移动。但有了捷运之后呢，他以后就可以扩张他的那个生活圈。万大线1期工程会连接台北、中正区、万华区，一直到新北、永和、中和到土城区，全长差不多有9.5公里。西九的地下车站和一个机场，开发基地相关的招商拢已经完成，预估投资的总金额会来到500亿。我一直希望说，万大中和线如果及早完工，就会疏解我们板南线10%的运量。10%多少？按照我们现在的估计是6万多人了，但三民线再加进来，我看了，搞不好都会到7万、8万人都不一定。新进的10台列车，我们一定会优先来满足板南还有淡水，我们马上就会启动还路于民，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些围篱啊等等，我们就会来把它撤除，让住户居民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生活。因为这阮万大线属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透过无线通讯式列车控制技术，佮有航空中心监控来营运。学者表示，无人驾驶系统的技术成熟免伤烦恼。不过，万大线这运的相关接运系统就要做好，才通发挥万大线上大的效益。接驳转乘的这个设施多方面的这个整合，才能够吸引通勤族使用，也让它投资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学者嘛指出，未来万大线顺利通车，唔但会当缩短双北民众交通的时间，嘛会当互净零碳排的目标，佮向前行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杜丽甲金樽这两个海沙堡，有真侪人拢爱去簇拥。县政府也要推动这两个地点，正做是运动观光基地。东海华新宫殿杜丽海沙堡是真出名天空之镜观光的所在，啊，不过今嘛有真侪游客带囡仔来这学冲泳。都已经来到台东了，然后觉得冲浪的活动也蛮适合小朋友，就让他们挑战看看。国内会当提供冲泳的海域无济，安全的户外学习基地更较少。不一个天空之镜海沙堡，平坦的海岸线较宽阔，延伸到海的沙堡较长。学冲泳和观光的游客未互相相克，方法建讲是真适合拄学冲泳的场域，啊，不过真罕得有人知。不一个已经有冲泳的教练伫这推萨教学。这边浅滩比较长，然后下面它其实都是沙子比较多，所以就是相对于金樽跟河口比起来的话，这边是比较对于初阶的学生比较友善的地方。因为台东县金樽海岸逐年拢会举办国际冲泳比赛，今年佫升级举办世界级全球橄榄沙业积分赛的其中一站。不一个国内会当为细汉就培养冲泳的选手场地无济，所以县府按算讲要推设天空之镜，变作是国内冲泳的学习基地。记者综合报道。
台积电伫咧高雄的南仔溪石厂附近也新设一个南电国小，是全国头一间全港崛起的国小。这后来也保留200丛的树啊，整合太阳能发电，要成做是净零减碳无环校园。开放式的校园四界拢是树啊，无论教室、图书馆、风雨球场，全部拢是更崛起的。大东校舍的楼尾顶，阁有嵌太阳能板。高雄市南电国小是全国头一间全部用更崛起的小校。市长当期卖讲，总经贵11挂，大概千挂万挂，总算赶伫新学期开学前完工。希望这座净零减碳的新校园，会当成做全国的模范。减碳的工法跟建材，所以碳排减少了2000万吨。那未来全24小时的太阳能发电及储能的设备，那所有的电力在我们南田国小都是自给自足。南电国小大年级有8班，目前1年已经就满，因为台积电来南仔溪设厂，带动北高雄人口快速成长。设立南电国小，除了解决当地就学需求以外，无论是校园的设计，还是课程的规划，教学团队也结合高科技的相关要素，设计儿童体学课程，培养囡仔独立思考能力，唔通只做 AI 的工具。然后希望慢慢培养他的对于问题的思辨，然后有理有据。然后把它逻辑想清楚，然后想得深、想得广、想得远，然后慢慢的去逐步的建构它的思考逻辑、它的应变能力。开放空间设计很特别，就是跟以往的设计都不太一样，包含就是教室的规划，这样子就会让小朋友比较想要可以离开教室，然后到不同的空间去学习。保留原地200丛的树啊，融入整体校舍景观设计。南电国小当年减碳量达到3座大安松林公园的吸收量。校长讲，除了1年招满，2年甲5年的部分，有家长联盟准备新学期要转来南电读。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继续来看国际消息，缅甸的前领导人翁山苏姬长期去因军方控制。缅甸的军方支持的政府当时罕见来公开翁山苏姬的相片，讲是以81岁做生日，阁有加这红十字会见面所翕的。这是伊自2021年以来头一届公开甲外国人士见面。缅甸军方支持的政府8月初3宣告翁山苏姬迄天伫首都奈比多甲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见面，了后就公布4张相片做证明，其中2张相片会当看到穿缅甸传统服装的翁山苏姬伫一间装潢真简单的房间内甲德巴克见面，另外2张相片放射是翁山苏姬今年6月19庆祝81岁生日所翕的。红十字会伫官网证实，确实有8月初3这场会面，也毋过具体内容、健康检查的细节，也有关押的地点，为着保密原则，拢无对外公布。这是自缅甸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头一届甲外国官员，也是国际组织代表进行公开正式的接触。联合国对这项进展表示肯定。We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and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swift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those arbitrarily detained, as a fundamenta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political process. 翁山苏姬的后生住伫英国伦敦的金阿里斯，长期即支老母是生也是死。伊讲2年半之前收到翁山苏姬的批了后，就拢无消无息，公开要求缅甸军方提出证据，证明伊的老母还佫活咧。伫咧初3的相片公布了后，互伊了放心。They couldn't divulge too many details about the meeting, for obvious reasons, but She did seem to be in good health, and I think also in good spirits. 这届见面的时间点也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缅甸军政府领导人现任的总统敏昂莱有在8月初6访问泰国，甲泰国总理阿努廷会谈。泰国进前一直希望会当甲翁山苏姬见面，也真侪届表态愿意加强甲缅甸军政府的接触甲对话。翁山苏姬已经是缅甸政府争取外界支持的一粒基里啊。缅甸军事政变了后，翁山苏姬互人指控贪污、煽动、违反国家机密法等10多项罪名，累计互人判33档的有期徒刑，了后有3届的减刑，关押地点也对监狱转做是居家关押。也毋过国际社会甲家属也是继续呼吁军政府应该量早无条件甲翁山苏姬放出来。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讲到稀土是高科技、力能发电加武器重要原料，这中国是控制全世界大约有7成稀土的产量，提炼出产的有占甲全世界9成多。那为着要保护这项优势，因是自2023年开始，就禁止部分的技术甲设备外销，为关键人员是连护照都要交出去。
伊图是美中贸易战中国有利的谈判科技啊，美国甲西方领袖承诺投资数十亿美金，要拍破中国的产业垄断。不过，短期内是真歹摆脱，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唔有完整的产业链，佮有人才储备的优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全中国有超过40个专门做稀土研究的实验室。另外，佮有至少在美工大学甲技术学院，当年超过500名学生攻读相关的学位。三合一体的模式，互毕业生一踏出校门，随进入产业链的核心。You also need specialized human resources. So this is why I think it's it's behind that huge investment in the graduate people with specific skills for that. 稀土红合作现代工业的黄金，有特有的磁、光、电、催化等物理化学特性，对新能源汽车到热能发电、高科技电子产品，甚至飞弹、战斗机应用等等的军工用途，已经无所不在。中国生产全球超过9成的精炼稀土，加稀土吸少，长期占真大面的优势。关键唔但是矿藏，背后阁有积极的战略，甲研究成果真紧就应用伫产业，控制稀土会贵的价值链。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only focus on new materials, but essentially on applications of these materials. So on the basis of the chain, looking for new systems, but adding value to the materials that they are working on. 如今为着要保护带头的地位，中国2023开始禁止部分稀土加工技术甲设备出口，部分稀土产业技术人员甚至黄刀护照，限制甲外国人士接触。相关措施伫2025美国发动关税战了，进一步强化收束。这场稀土之争已经唔单是资源竞赛，是专业人才甲技术深度的长期拼场。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大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